全部馬匹準備妥當。第4場賽事5班1004米，立即展開角逐，準備。3隻嘅頭關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咧，前面放頭嘅馬咧，見到中檔位置有呢隻桂花飄香咧，響中檔咧，仲有呢隻大欣賞同埋風采人生啊，外邊危險巨星咧，中間仲有鑽色天使啊，內欄係萬里梟啊，再中檔位置仲有呢隻係大將軍啊，響外邊啊大陣仗，內欄呢就係普渡葵啊，後邊有桂花飄香留翻住啦，再後邊就實在好啊，再中外檔先見到揚威寶啦、喜寶龍威啦，尾二電訊超星暫時包尾咧就係嗰隻勝利就手嚟㗎。好啦，見到前面啦，咁啊過呢個咧就係香港大學院灣啊，前面危險巨星放咗出嚟啊，第2位外邊有風采人生啊，內欄第3大欣賞啊，咁啊見到外邊第4鑽色天使嚟㗎，咁啊中間位置咧仲有呢隻咧咁啊大將軍啦，內欄位置啦，咁啊仲有萬里梟啦，外邊有大陣仗，中間桂花飄香上咁啲咯喎，再喺後邊嘅馬啦，外檔咧有呢隻揚威寶啦，內欄黃眼罩咧就係普渡葵，後邊有喜寶龍威啊，電訊超星實在好，包尾就係呢隻勝利就手㗎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咧有呢隻風采人生㗎，咁啊見到中檔桂花飄香都開始騎上嚟咯喎，中間呢仲有呢隻大將軍啊，再跟住後邊仲有萬里梟㗎，外邊冚上嚟嘅馬咧有呢隻電訊超星，中間喜寶龍威㗎，鬥到嚟最後百零米啦，風采人生已經係脫穎而出啦，桂花飄香一路上緊嚟追佢，埋邊仲有大將軍，外邊喜寶龍威接近終點啦，風采人生依然係佔先，外邊喜寶龍威同埋中間桂花飄香一齊上嚟啊，要影相啊，外邊有呢隻喜寶龍威。中間呢，紅衫10號馬呢就係呢隻桂花飄香，埋邊11號呢就係風采人生嚟㗎，3隻馬都相當接近啊！外邊冚上嚟，喜寶龍威都好似機會贏面高啲喎。好啦，蘇保羅搏輸咗嗰隻金碧陽光呢隻中翻。係啊，落翻嚟5班。前一次同銀飛龍一齊衝，今次銀飛龍喺4班贏，佢係落嚟5班喺呢度贏喎。風采人生嘅第2啊，第3桂花飄香，第4嘅大將軍，11-17。所以你話個重磅佢未孭過，你唔知嘅，你知有邊年唔係？好啦，我哋睇下佢點跑啦。13檔啊，13檔。咪隻馬你要死捉。係啊。另外一隻 job 啊，嗱，勝利助手嗱，同上次又唔同啦。咪又跑得好好，追上嚟雖然追唔到咁話。大欣賞就見阿杜麗羅好勤力啊，將隻馬逼喺前邊。佢想埋欄啊！你好明顯嗰個跑法係想埋欄嘅跑法。咁但係跟住出咗頭之後咧，危險巨星又過埋你喎。嗱，開始大家而家呢個步速都正常，一轉彎之後咧，你睇到個步速就會開始又好似慢啦。留意下大概喺中游位置嗰啲馬咧，變成咗好多都已經要開始點揼力㗎。嗱呢度啊，嗱普渡葵先啦，係嘛？嗱跟住到開面啦，桂花飄香啦，一路成紮啦。哇！電訊又係啦，係啊，電訊超星。呢度就因為慢啊嘛，嗰度各連鎖影響啊！嗱，見到潘頓即刻再騎翻，唔好甩口啊！哇！安國倫嗰度都牙開嗰隻大陣仗攞呢個位嘅喎嚇。嗱，佢係跟阿安國倫嗰隻桂花飄香嘅阿潘頓。咁都合理啊，跟住熱門分子啊！即係大欣賞唔知係咪有事啊？見到直路咧，哇，中咗幾鐘啦，又倒退得咁快，唔知咩事咧？翻嚟睇賽後報告穩陣呢啲。哇！啲揚威寶又係冇走勢，落咗班喎已經。今場嘅時間唔快嘅喎，頭段13秒72，第二段22秒08，第三段13秒91，末段13秒6，總時間1分23秒31啊！快過標準時間只係1線4啊！